大家好啊！又嚟到睡前小鬼故嘅時間啦。今日呢，要同大家分享一個泰國嘅真實靈異故仔，佢個名呢，就叫做畢業旅行。呢個故仔係喺大學啦啦隊教練嗰度聽返嚟嘅。嗰陣我哋大一，而佢都係啱啱大學畢業。有一日練到好夜，教練話佢懶得揸車返屋企，就瞓喺我哋宿舍啦。夜晚傾傾下，講起鬼故，教練就講起一個佢曾經遇過最恐怖嘅經歷。教練喺讀大學嘅時候，大四畢業旅行係自己同朋友一齊搞嘅，而唔係成班一齊出去玩。咁所以喺安排行程上面，亦都比較大膽啦。佢哋成班人大概7男3女，一齊決定去泰國玩。去咗泰國之後，佢哋租咗一棟別墅，入面仲有游泳池嗰一種住宿嚟。夜晚除咗同女朋友一齊嚟之外，一班男仔睇完人妖 show 唔夠過癮，決定要去傳說中嘅大澡堂度睇下。佢哋叫咗2部的士，去咗當地嘅鬧區之後，就決定去夜店玩下先。靠住流利嘅英文撩女仔，玩得非常之開心。但係佢其中一個朋友就叫佢 A 先啦。基於禮貌，佢請咗一個向佢搭訕嘅女仔飲酒，而嗰個女仔就生得比較愛國啲啦。佢一直叫朋友 A 帶佢返屋企。後嚟朋友 A 開始發嬲啦，當場就用英文鬧走咗佢。而嗰個女人啤咗一下朋友 A 之後，就喺夜店走咗。而其他人見到朋友 A 咁嬲，就諗住不如沖涼下咗啖氣先啦。於是佢哋就去咗泰式按摩嘅鋪頭，亦都見識到傳說中嘅金魚池。每個人揀好咗自己睇中嘅女仔之後，就可以上去開心啦。而教練當時因為有女朋友喺度，所以唔係幾想去玩，就繼續喺酒吧度飲下酒，撩下女仔。過咗大概半個鐘之後呢，就出事啦。一個小姐圍住條毛巾衝出嚟，講住泰文。教練諗住上前睇下熱鬧，望下咩事啦。冇幾耐就見到朋友 A 俾幾個大隻佬抬咗出嚟，嘔晒白泡咁，而且個嘴唇仲紫到好似提子咁嘅色。教練即刻同鋪頭溝通下啦，而鋪頭亦都表示已經叫咗白車噶啦，你哋一陣就可以坐的士跟埋去醫院。後嚟教練坐救護車跟住朋友 A 去咗醫院，送咗去急症室度急救。後嚟幾個上去玩嘅朋友都陸陸續續咁嚟到醫院啦。一班人都唔知點算好，就交俾教練去辦手續啦。而其他朋友有一個就返咗去別墅先，而其他人呢，就喺病床側邊陪住朋友 A。第二日朝早，朋友 A 醒咗啦。根據佢所講，佢係咩都唔記得晒。佢最後嘅印象就係喺電梯入面嗰個揼骨妹。至於點解會面青口唇白又嘔晒白泡呢？佢自己都講唔出點解。後嚟佢哋決定要去拜下先，就叫咗的士同司機講要去附近嘅廟宇。冇諗到一到門口，朋友 A 就開始尖叫掙扎，死都唔肯入去。於是佢哋唯有返去別墅先啦。
返到去之後話咗朋友 A 幾句，但係朋友 A 咩都唔講，就返到間房直接瞓咗。半夜朋友 A 嘅尖叫聲嘈醒晒其他人，大家衝入佢間房，先發現佢成個人匿埋喺浴缸入面，而且仲有水㗎。佢話佢腳軟，企唔返起身，其他人唯有將佢抬去客廳嘅梳化度，問佢到底搞咩啦。佢話佢瞓覺嗰陣朦朦朧朧咁發夢，見到有個女人入咗佢間房，好溫柔咁喺佢張床度抱住佢，喺度錫佢，後嚟扶咗佢去浴室度沖涼。當佢比較清醒啲之後，見到個女人個樣，就係嗰個喺夜店俾佢鬧走咗嘅女人，好嬲咁望住佢，然後佢就尖叫啦。所有人聽到呢度都覺得好凍好心寒，起晒雞皮。後嚟嗰幾日，教練都同朋友 A 一齊瞓，每日都持續聽到朋友 A 尖叫嚇醒。朋友 A 嘅面色越嚟越差，夜晚成晚冇瞓，朝早仲一直喺度嘔添。大家都俾佢搞到好嬲，連玩嘅興致都冇晒。5日4夜嘅畢業旅行就咁就完咗，成班人準備返去台灣啦。然後呢，飛機一到台灣，大家就拎部手機出嚟，熄咗個飛行模式啦。當有返行動數據之後，全部人嘅 Messenger 都跳出咗朋友 A 嗰度收到嘅語音訊息。咩啊？我部電話唔見咗。朋友 A 點揾都揾唔到自己部電話。由於佢哋冇買到網絡，咁所以呢，喺泰國之後好少拎電話出嚟，最多係有 WiFi 嘅地方先會拎嚟打卡影下相咁。但係朋友 A 除咗前2日去沖涼揼骨之外，其他日子都係嘔啦、瞓覺同埋喺尖叫聲中度過。拎完行李之後，朋友 A 全部抄過晒，都係揾唔到自己部電話。於是同行嘅一個朋友就提出，不如我哋聽下嗰個語音訊息先啦。唔講還好啦，一打開 Messenger 就見到朋友 A 喺夜店門口俾人抬出嚟嘅相，而 send 信息嘅朋友 A 賬戶張相，大家都覺得怪怪地。嗰個咪係俾佢鬧走咗嘅女仔嚟咩？我哋幾個男仔都係讀體育班大嘅，由細個就冇咩特別驚，但係今次真係驚到成身都冇管動啦。後嚟大家決定一齊打開語音訊息，教練話佢真係好後悔大家一齊開咗呢個訊息。5、6部手機一齊響起 BB 嘅喊聲，背景仲夾雜咗啲念經嘅聲，仲有一個女人講住泰文嘅聲。朋友 A 聽到之後就嚇到喺度喊，成個人好似唔見咗靈魂咁，淨係擘大隻眼，腳軟跪喺地下。後嚟幾個人就返咗屋企，放低行李先，然後就帶住朋友 A 去咗廟嗰度走一轉。哎呀，教練，你唔好嚇我啦，不如我哋睇下信息先啦。德華咁樣講，其實大家都飆晒冷汗噶啦。好啊，教練好爽快咁答應咗，拎咗自己部電話，打開咗 Messenger，
我哋先睇下朋友 A 個 icon 先，真係生得好靚仔，好似言承旭咁。開個信息之後，前面都係啲好正常嘅傾偈啦。我哋約喺邊啊？約幾點啊？突然間跳咗一個新嘅日期出嚟，然後出現教練同我哋講嗰一張夜店相，真係好明顯就係偷拍啦，仲將個鏡頭放到最大添。跟住落嚟就係3個語音信息，第一個就係好似上面所講咁，一啲喊聲啦，夾雜咗念經聲同埋女人聲。第二個就係女人同埋細路仔對話嘅聲，一樣都係夾雜咗啲念經嘅聲。第三個呢，一打開好明顯唔一樣，因為啲念經聲停咗。嗰條語音夾雜咗2把笑聲，我好後悔咁聽咗呢一個語音。後嚟佢嘅 Facebook 都唯有換咗，因為呢個 message 大家聽完都好唔舒服。係啦，你哋睇下呢度，呢個係後嚟朋友 A 身體狀況好返啲之後，個女人 send 嚟嘅信息啊，其他人都冇收到，淨係得我一個收到啫喎。我諗可能係因為我陪佢一齊瞓啦。向下拉到落底，出現咗一條泰文信息。我哋原本諗住會出現啲好恐怖嘅嘢啦。教練揞住嘴話：你哋望下翻譯。而嗰句泰文寫嘅就係：你喺邊啊？呢個呢，就係今日嘅分享啦，希望大家鍾意啦，完啦。